台南伫2当前开将业打造安南水上运动训练中心，除了为选手提供专业训练的场地甲设备，嘛希望借此推动水上观光。当然，安全是观光发展的基石，所以市府持续办理水域安全教育训练。27号伫高雄科技大学的承办，邀请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甲海淀国小等台港留学的学生来进行安全自救的宣导。为期2天课程，分体出近120位亲子来报名参加。开幕式当中，地副市长嘛专程来勉励，成为教师节另类的防灾行动。这个水上的亲水的这个场域，那结合我们台南有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这个独木舟的这个滑行啊，或者是这个划船。那在这个场域里面，它又不像我们的外海这个波动比较大所以是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水域。那所以将来在做这一些我们的亲水活动啦，或者是水上的活动，我觉得这个地方跟学校来做结合，可以来宣扬我们很多水上安全的一些措施。因应极端气候的威胁，除了让台港留学学校的亲子学习自救方法甲避免渡水的观念，同时嘛进行 CPR 甲 AED 等紧急应变能力的操作，除了让大家加一份救生防灾意识，更希望扩大到全面的环境甲亲水教育。训练咱的亲子能够来亲近水，特别是有这种防灾求生的能力。咱台湾面对风险社会，不管台风各种天灾啦、各种灾难的时候，能够多一项技能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透过亲水的机会，能够深入去在认识咱水域旁边的这些生态，非常棒。因着感大尊美丽生态景观，所参与的亲子甲老师嘛来学过3班啊。趣味是当摕奖拼命向前过的时，也准讲进前，其实规只船竟然拢无叮当，看来无实地训练，也毋知影是有难度。当然，体验过程嘛更加认识台港的水域，进一步来守护伊。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